大家好，我係香港同澳洲嘅註冊物理治療師錢文俊 David。我咧係喺香港理工大學畢業嘅，後來好彩啦，去咗澳洲進修。咁依家咧翻到嚟香港就開辦咗呢個信念物理治療，為香港嘅市民提供物理治療嘅服務。咁我哋嘅服務範疇都好廣泛嘅，就包括有常規嘅痛症治療啦，好似頸痛、背痛、膝頭痛等等啦，亦都包括有中風之後嘅復康、脊髓受損嘅復康啦，甚至乎係老人家上門嘅復康，我哋全部都有去到承辦嘅。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嘅一個專題咧，就係關於男性勃起功能障礙嘅。首先，咩叫做男性勃起功能障礙咧？就係持續或者係普遍咁樣咧，唔能夠去維持嗰個陰莖嘅勃起，以獲得咧能夠令人滿意嘅性行為。咁研究發現咧，喺40至70歲嘅男性中咧，大約有52% 嘅人曾經報告過有某種程度上嘅勃起功能問題嘅。咁咧，以前嘅研究咧認為男性勃起功能障礙咧係同心理有關。咁但係原來比較新嘅研究發現，原來90% 嘅男性勃起功能障礙其實咧同我哋嗰個生理身體上嘅毛病係相關嘅。其實男性勃起功能障礙就好似高血壓、心臟病一樣，佢好大程度上咧同我哋嗰個血管健康係有關嘅。咁樣今日咧，我哋要介紹一個針對男性勃起功能障礙嘅療法啦。其實呢啲療法好多都係針對我哋嘅骨盆底肌肉嘅。咁咩叫做骨盆底肌肉咧？其實骨盆底肌肉佢係一組嘅肌肉喺我哋嘅骨盆底部啦，佢起到一個支撐我哋膀胱、腸道同埋生殖器官嘅功能嘅。咁呢一組肌肉咧，其實佢喺我哋排尿、排便同埋性生活，甚至乎我哋嗰個核心穩定性方面咧，都發揮咗好重要嘅作用㗎噃。咁原來咧呢個骨盆底肌肉，如果佢太緊咧，佢會阻礙咗嗰啲血液流入我哋嘅陰莖，從而令到咧嗰個男性嗰個硬度咧會減弱咗㗎喎。又或者咧，如果骨盆底肌肉特別係我哋嘅球海綿體肌咧，佢冇力嘅話咧，咁喺勃起之後，佢唔能夠夾實嗰個靜脈血管，令到嗰啲血好容易喺我哋嘅陰莖度流走，咁又係會令到我哋嗰個硬度係不足嘅。咁物理治療可以點樣去到改善呢個骨盆底肌肉嘅問題呢？好簡單，我哋可以製作一啲個人化嘅療程，譬如係針對太過緊嘅骨盆底肌肉呢，我哋去做一啲嘅療法，譬如係拉伸啊，甚至乎係手法治療去放鬆佢。而針對一啲冇力嘅骨盆底肌肉呢，我哋可以透過一啲嘅電刺激啊，又或者係一啲去運動去強化佢，從而咧去到改善我哋嗰個勃起功能嘅。咁喺治療嘅過程入邊咧，我哋發現好多嘅男性其實咧佢係唔識得點樣用呢個骨盆底肌肉去到發力喎。咁針對呢件事咧，物理治療有一啲儀器可以幫到呢啲男性去到學習點樣使用翻呢啲嘅骨盆底肌肉。咁其中一個機器咧就係我手上嘅呢一部神經肌肉電刺激機啦。咁神經肌肉電刺激儀器係點樣幫助我哋重新訓練呢個骨盆底肌肉呢？其實好簡單嘅，我哋首先咧將嗰個電極黐喺呢個患者嘅會陰位置啦。咁然後咧，我哋可以利用一個低頻嘅電流去到刺激骨盆底嘅肌肉，去到增強嗰個肌肉力量同埋血流嘅供應。咁針對呢啲肌肉冇力嘅患者咧，呢個電刺激係能夠幫助喚醒翻呢啲肌肉，從而咧去提升佢哋嗰個肌耐力嘅喎。咁有啲研究發現咧，經過幾個星期嘅呢個電刺激訓練啦，其實係可以好顯著咁樣改善到不舉嘅症狀。而第二個療程咧就叫做生物反饋治療。咁咩叫做生物反饋治療咧？其實都係一個儀器嚟嘅。生物反饋技術咧係透過一啲嘅監測器啦，佢可以監測到我哋嗰個骨盆底肌肉嘅收縮狀況，從而咧令到患者能夠更加有效可以控制到呢啲肌肉。咁佢有一個可視化嘅即時回饋啦，佢能夠幫助患者點樣可以正確咁樣去到使用呢啲肌肉咧。一項英國嘅研究咧曾經係咁樣指出嘅。
佢招募咗一班咧有男性勃起功能障礙嘅患者去到做研究啦。咁啊發現咗，如果係配合呢個生物反饋技術儀器到進行呢個骨盆底肌肉嘅訓練咧，咁喺所有嘅患者入邊啊，有40%嘅人佢係徹底咁樣擺脫咗呢個男性勃起功能障礙，而另外35%咧，佢係有顯著嘅改善，即係換言之，總數有75%嘅人係有顯著改善嘅。咁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個針對男性勃起功能障礙嘅療程啦。喺我身邊呢一部咧係一部衝擊波儀器。咁樣咧，其實有一個療法就稱之為低能量體外衝擊波，係能夠治療我哋呢個男性嘅勃起功能障礙嘅喎。咁佢個原理咧就係透過一個衝擊波嘅能量啦，去到促進我哋陰莖嘅血管增生，從而令佢哋咧嗰個勃起嘅時間咧硬度咧都有所提升嘅。咁樣呢個咧療法咧係被呢個歐洲泌尿學會喺2013年就已經列入咗係呢個作為不舉嘅一線療法啦。咁有好多嘅研究咧都係證明咗呢個嘅治療係好有效果嘅。咁好多朋友都會問我啦，呢個衝擊波儀器咁樣佢有冇副作用㗎？咁其實咧，我哋呢個衝擊波儀器佢係一個低能量而且係體外嘅療法。咁換言之咧，佢嗰個能量咧只係喺體外嘅啫。咁佢係嗰個副作用係相對於藥物係比較少嘅，反而甚至乎咧有一啲即係人數比較少嘅研究啦，佢話原來有啲病人佢對威而鋼佢嗰個反應唔係咁好，做完呢個療法，因為嗰個血管增生咗之後咧，佢反而對藥物嗰個接受嘅能力係強咗㗎。咁今日好高興為大家介紹咗呢個關於男性勃起功能障礙嘅療法啦。咁我哋好歡迎有相關問題嘅朋友仔啦，又或者有普通物理治療問題嘅朋友仔咧，可以隨時聯絡我哋，了解更加多嘅資訊嘅。咁留意翻啦，我哋嘅診所咧係全預約制，而且咧係男性嘅物理治療師去到主理啦，咁啊絕對能夠保證大家嘅私隱嘅。呢度係我哋嘅地址同埋聯絡電話啦，咁有需要嘅朋友仔咧可以隨時聯絡我哋嘅。呢度咧係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IG 等等嘅社交媒體啦，咁啊亦都可以留意翻相關嘅詳情。